为推动秀林乡农特产业发展整合行销，运用109年度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原生原味农业辅导计划，秀林乡公所于109年12月12号在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办理产地餐桌慢食厨艺竞赛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族群委员吴雅文、本乡各区代表及村长皆一同到场为选手加油。针对农业的部分，我们还是要从零开始。从现有的产业怎么样去开始结合，现有的产业怎么样去开始培训，开始辅导我们的农民怎么样去合作。我想这1、2年来，慢慢，在不同的课程里面，也慢慢的培养出在地年轻人能够走出来。本次厨艺竞赛邀请国宴主厨张松涛担任评审。经过激烈的竞赛后，5位来自各村的厨艺好手展现绝佳的手艺，历经40分钟的料理，麝香味美的料理在评审评分后产生名次。第1名胡建龙，战斧牛排称风味也实蔬；第2名赖宇翔，风味套餐；第3名李蒙元，原味觉醒套餐。期待透过静态、动态不同的方式呈现，宣传行销部落产业发展的成效，结合本乡产出的农特产品、太鲁阁族风味餐及各项伴手礼等，为当地带来效益极大化的消费行为，借此开拓太鲁阁族人文特色，成功建立口碑及品牌，吸引旅游观光，活络部落产业，创造创业需求，优化部落商机。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 Edg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